第8篇，養你我互相，夏多遇上30年科研。上一集我講咗3件事，夏多能夠改變狀態，能放大功能，可能對身體有益。呢一集我要介紹一位重要嘅人，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黃允強教授。30年生物科技經驗，黃教授擁有30年生物科技研究經驗，研發了一款含有人類皮膚生長因子 EGF 與 BFGF 的皮膚修護產品，擁有科研專利。EGF 係乜嘢？簡單講，佢哋係能幫助肌膚自我修復嘅關鍵成分。雖然黃教授已經退休，但佢仍然不遺餘力咁投入研究。佢親自驗證夏多，黃教授親自做過夏多技術嘅臨床測試，觀察到皮膚嘅反應有明顯改善。佢確認呢項技術係真實、可重複、有潛力嘅。於是我哋合作。黃教授係科學家，負責把佢嘅30年嘅科研結果；我係生化學深度應用工程師，負責把夏多技術應用喺真實產品上，做出咗養你我互相。呢個係理論與實踐嘅結合。產品嘅獨特性，呢款產品透過夏多技術提升滲透效率與生物活性，專門針對慢性濕疹嘅反覆發作，舒緩過敏、乾燥、脫屑等困擾。而家養你我互相已經喺 Figaro 音樂餐廳、九龍灣德福 MCL 戲院內有售。如果你係濕疹患者，或者身邊有朋友受濕疹困擾，可以嚟試下睇。下一集有一個人睇咗我嘅影片之後，主動打電話俾我，佢係邊個？下集話俾你知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同點讚上呢個頻道。